修行心得、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和幻想的區別是。井號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 號沒變。凡是看到我這篇文章的人，就必定會財運爆棚，人人愛你，自信霸氣，永遠健康，智慧無限，逍遙自在。我說你會，你就會。前言斜線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有好幾個人找我占卜，他們斜線他們的心理問題都一樣，都是一般人會遇到，又不知該如何解決的問題。恰好我今天有空，今天就寫8篇文章，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講清楚。這是第8篇，最後一篇，講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和幻想的區別是。正文：如何確定吸引力法則不是幻想？在很多人使用吸引力法則、使用顯化法則的時候，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疑問、很強烈的負面，就是覺得會不會我做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？這整個吸引力法則只不過是自我洗腦，是不存在的。我來告訴你，不會不存在的。為什麼不存在？第一個最大的原理，所謂的幻想是什麼？幻想就是逃避，就是你心裏認定它不會實現，不會成功。只不過你暫時想象，暫時覺得它會成功。其實你潛意識裏面最相信的是你不能成功，利用這件事去逃避自己無法做到事情的這個現實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使用吸引力法則做得不成功，因為他潛意識裏根本不相信。不相信又是什麼呢？不相信就是不配得感，他覺得自己配不上這麼好的結果。那吸引力法則又是什麼？吸引力法則不是表面上觀賞，表面上模擬自己已經成功就結束了。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是故意利用我體會到事情已經成功的這種情緒，故意利用這種情緒，讓成功的這個現實越來越接近我，讓不成功的現實越來越遠離我。吸引力法則代表你內心其實是懂這個道理的，越想什麼東西，什麼東西就越會實現。而純粹的幻想、純粹的逃避、純粹的自己騙自己，是因為他不懂這個道理，他不是利用法則而是逃避。這就是兩者最大的區別，就這麼簡單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